嚟到蘇州，美少女未見到，但係靚風景就上到啦。呢度係蘇州嘅天平山，一個小山崗，幾優美。咁究竟蘇州嘅美女去咗邊呢？據導遊講，蘇州美女有4級，第1級就漂洋過海，第2級就去咗深圳、珠海，第3級呢就去咗北京同上海，最後嗰級喺邊啊？喺嘉里抹台。所以我哋見到呢就好可能係嘉里抹台嗰啲啦，都幾搞笑。記住下，漂洋過海，深圳、珠海、北京、上海，嘉里就抹台。